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0.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4集。以前古代修仙為何需要經常吃仙丹？因為千載神學等級制考試維度的保持不變。現代版是很少會出現煉丹師製造仙丹。以前仙界的仙丹是穩定神仙的神數和神仙的分身穩定，而服食的丹藥在千保持不變版只有穩定神數藥。正和神的是一個神界空間版，叫我去取藥。我曾經抗拒服食神數藥，因食這些藥會令到身體變肥胖。現在創造神界已經可以用一些神數系統指令編寫出每位神仙的神數食物，這些神數食物是價錢相對比較貴。如果神界將這些普及對新興的藥方食物，對不吃仙丹和精神穩定藥的仙人會是很好的良方食品。曾經千也抗拒不吃精神穩定藥，最嚴重分身會壞機或經過一段時間會分身死亡，所以還要按時吃神數藥穩定分身和穩定自身的神數。